后来过来是美食大比拼，今仔日是婚林甲家己的鸭肉羹要来拼赌。 用大火来炒加过葱头和葱仔的鸭肉，这是规碗鸭肉羹上重要的部分。当然，还有笋丝和特别鸡汤。婚林北港这间卖鸭肉羹是当地人气美食。其主料超回搭，可是它有焦香味，你鸭肉先给炒。它的表皮吃起来就是比较有那种焦味，就是刚刚好。真侪人客介意鸭肉特殊的大香味，配着甜甜的鸡汤。 这间店已经开40几年。吃的就是吃新鲜，还有吃的是吃我们的秋螺。秋螺已经传承到第3代，好滋味嘛吸引真侪外来游客。不过讲到鸭肉羹，就袂使无讲到这碗。嘉义新港丰田宫头前的街仔开超过50年的老店，芳予人客是64年的古早味。 炒过鸭肉加上鸡汤、笋丝、有乌醋，鸭肉真油，而且汤头气味嘛真高。它的肉真的是超多，跟外面比起来真的不太一样。它就是小时候吃到大的一个味道。是安怎互人学老解的代志？头家娘讲，拣食材真重要。新鲜的笋子啊，跟那个现宰的鸭肉，还用那个鸭骨头熬汤。 用心来做鸭肉羹，人客拢愿意排队豆豆等。只是婚林北港和嘉义新港都一间较好食嘞。新港的，如果这2间比的话，我会比较选这家。新港的鸭肉羹比较好吃，就是了。对，我觉得还是这间比较好吃。其实食美食爱看个人的口味，爱咸爱甜家己选，两边鸭肉羹拢会使来食看卖。